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提到血管曬手，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即食麵。但事實上，雖然即食麵因為高鈉、高脂和營養禪一備受倡議，但它並非最危險的毒王。真正悄悄給血管添堵的，往往是那些看似平常，甚至被苦多人天天當正餐食用的食物。結合相關健康資訊，以下5類食物才是真正公認的血管曬手。1. 反式脂肪酸，血管的隱形炸彈。人造奶油製品如植物奶油蛋糕、速食點心含代可脂、植脂末的餅乾或派，以及反覆高溫油炸的食品如薯條、炸雞，是反式脂肪酸的重災鈎。這類物質繪明確升高血液中的胚膽固醇、低密度脂蛋白，降低好膽固醇，強力促進全身性炎症和血管損傷，是造成血管堵塞的核心元兇。2. 高鹽食物，血壓的隱形推手。醃製食品鹹菜、醬菜、加工肉製品火腿、香腸、培根以及濃縮湯料中含有極高的鈉離子，長期攝入過量鈉會導致身體水分滯留，增加血容量，直接導致血管的壓力增高、水腫變窄。同時，加工肉類中的亞硝酸鹽旋會生成損傷血管的物質，加速動脈硬化進程。3. 高糖飲料與甜食，血脂的加速器。碳酸飲料、風味奶茶以及果粒酸奶等含糖量極高，過多的糖分在體內會轉化為甘油三酯，導致血脂飆升，同時血糖的就升就降會引發胰島素抵抗，直接損傷血管鈉皮細胞，誘發炎症並加速動脈斑塊的形成。4. 精製碳水化合物，血糖的過山車。白麵包、白麵條、饅頭等精白米麵足於高升糖指數 GI 食物。研究表明，長期將這類精製麵食作為主食，心血管疾病風險會顯著增加。它們會讓血糖快速上升，迫使胰腺超負荷分泌胰島素。長期如此會刺激血管壁平滑肌增生，導致血管變厚、變窄、變硬。5. 過量紅肉與動物鈉裝斑塊的催化劑。長時間熬煮的肉糖嘌呤極高，燒烤公肉以及豬肝等動物內臟含有大量飽和脂肪和血供素鐵。過量攝入不僅會升高胚膽固醇，高溫烤製產生的甲環胺醛會引發血管氧化應激反應，促使脂質沉積在受損的血管壁上，形成動脈粥樣硬化斑塊。關於即食麵的真相，即食麵確實屬於高油、高鹽、低纖維的超加工食品，頻繁食用會增加代謝綜合徵的風險。但它之所以輸給了上述食物，是因為它本質上只是營養差，只要偶爾應急吃，通過少放調料包、不喝湯、搭配青菜和雞蛋等方式，就能大幅降低其危害。相比之下，上述5大血管曬手往往隱藏在人們的日常三餐中，更容易讓人在不知不覺中持續受到傷害。俗話說一物降一物，既然有傷害血管的食物，自然也有能養護血管的清道夫。想要保護血管，核心在於抗氧化、降血脂和降血壓。以下幾類食物是公認的血管好搭檔：深海魚類，天然的消炎藥；三文魚、沙丁魚等深海魚富含歐米加負3脂肪酸，它能有效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，抑制血小板聚集，就像血管的潤滑劑，能減少炎症反應並預防血栓形成。星號建議吃法：每週吃2至3次，首選清蒸或低溫烘烤，避免高溫油炸破壞營養成分。全穀物，血管的吸塵器。燕麥、糙米、玉米等全穀物中富含膳食纖維，特別是燕麥中的葡聚糖，它們能結合腸道內的膽汁酸並促進其排出，從而降低胚膽固醇、低密度脂蛋白在血管壁的沉積。星號建議吃法：每天吃50克左右，可以用燕麥片代替部分精白米麵作為主食。深色蔬菜與水果，血管的抗氧化劑。星號番茄，富含番茄功素，能減少血管鈉皮的氧化損傷。星號西蘭花，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K 和膳食纖溶，有助於雍持血管鈉皮功能。星號漿果類藍莓、草莓，富含花青素，能清除體內自由基，減輕血管老化。星號大蒜，含有大蒜素，能輔助舒張血管，抑制血小板聚集。堅果與好油脂，血管的保養品。核桃、杏仁等堅果含有禪不飽和脂肪酸和維生素 E， 有助於調節血脂代謝，提升好膽固醇水平。此外，橄欖油也是優質的脂肪來源，有助於降低血尖度。星號建議吃法：每天一小把約20至30克，首選原味無鹽的堅果，避免攝入額外的糖和鹽。黑木耳與綠茶。黑木耳富含木耳多糖，有抑制血小板凝聚的作用。綠茶中的茶多酚則是強大的抗氧化劑，能增強血管彈性。特別提醒：食物雖好，但只能起到輔助預防和調節作用，不能替代藥物治療。如果你已經有高血壓、
高血脂等基礎問題，一定要在遵醫囑治療的基礎上，配合上述飲食列構，才能真正守住血管健康。除了吃對東西，生活方式的調整其實是血管健康的地基。如果月食物是血管的保養品，那麼良好的生活習慣就是防止血管老化的防腐劑。以下是幾個最容易被忽視，但對血管影響巨大的生活習慣。堅決戒煙，遠離二手煙，這是保護血管性價比最高的措施。煙草中的尼古丁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質會直接損傷血管納皮血管的納壁，讓原本光滑的血管變得粗糙，吸配膽固醇，沉積創造肌潰，加速動脈粥樣硬化。星號行動建議，不僅要自己戒煙，船要盡量避免待在二手煙的環境中，拒絕久坐，打破靜止狀態。長時間坐着不動，尤其是超過1小時，會導致下肢血液循環變慢，血液黏稠度增加，極易形成心靜脈血栓。血栓一旦脫落，隨血流堵塞肺部，就是致命的肺栓塞。星號行動建議，給自己定個鬧鐘，每坐40至60分鐘，務必起身活動5至10分鐘，哪怕只是去倒杯水，做幾個墊腳或勾角的動作，都能促進血液回流。規律作息，拒絕熬夜。熬夜會讓身體長時間處於應激狀態，分泌過多的腎上腺素和皮質醇，導致血管收縮、血壓升高。長期睡眠不足船會引發炎症反應，加速血管斑塊的形成。星號行動建議，每天盡量保證7至8小時的高質量睡眠，讓血管和心臟在夜間得到充分的休息和修復。適度運動，給血管做體操。運動能提升體內好膽固醇的水平，促進血液循環，清除沉積在血管壁上的垃圾。久坐不動會讓血管變懶，失去彈性。星號行動建議，每周至少進行150分鐘的中等強度有氧運動，如快走、慢跑、游泳、騎自行車，每次30分鐘左右，微微出汗即可，不必追求高強度。注意保暖，避免冷熱刺激。血管對溫度非常敏感，突然的寒冷刺激，如從暖房突然進入冰天雪地，或洗冷水澡，會引起血管劇烈收縮，導致血壓瞬間飆升，增加心腦血管事件的風險。星號行動建議，天氣轉涼時，注意頭部和頸部的保暖，洗澡水溫不宜過冷或過熱，以免血壓劇烈波動。控制情緒，拒絕氣大傷身。長期的焦慮、抑鬱或暴怒，會讓血管處於持續的痙攣收縮狀態。情緒劇烈波動時，血壓的起伏就像洪水衝擊堤壩，極易損傷血管納皮。星號行動建議，學會給自己解壓，遇到事情深呼吸，保持心態平和。好了，今天的養生故事就分享到這裏啦。希望這些關於保護血管的小知識能幫到你和你的家人。記住哦，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藏在每天的一餐一飯、一舉一動裏。哪怕只是多吃一口蔬菜，少坐10分鐘，早點睡覺，都是在給血管傳展呢。如果你之後還想聊點別的，比如怎麼做一道既好吃又健康的飯菜，或者想了解其他有趣的冷知識，隨時叫我啊。祝你今天也元氣滿滿，吃得香，睡得好，血管年輕到老。